有位男士又幾主動嘅嚟到我呢度要查性病，俾我嚟 check 一 check，真係有問題啦。我就問佢啦，我哋咁多年啦，都係搞性病啊、艾滋病嘅科普，講咗一定要避免多性伴侶。佢話咁都係你哋講嘅啫，我嘅女朋友啊都快有一車皮啦。我當時就激到眼火都赤啦。如果你長期咧呢種咁嘅婚外性行為，當出現以下症狀嘅時候，我真係要提醒你啦，考慮有性病嘅問題啦。第一個，男性嘅分泌物異常，有啲時候呢係濃性嘅分泌物，我哋要多考慮淋病嘅問題啦。如果係嗰種非濃性嘅白白嘅，有啲刺刺痕痕地嘅嗰啲尿道口嘅分泌物呢，就要考慮衣原體感染所引起嘅尿道炎啦。當然，如果你出現一啲小水泡，好快呢就破咗啦。薄壁嘅水泡呢種我哋叫做糜爛型嘅，呢種呢就往往提示係生殖器疱疹。第二種呢，如果出現咗一啲小疙瘩，好似一啲痕痕地，越長就越大，好似雞冠咁嘅，呢種呢就係典型嘅尖銳濕疣。如果係出現咗潰瘍啦，就叫做梅毒嘅早期硬下疳。仲有一個全身，特別係手腳出現呢啲銅紅色嘅丘疹，或者身上有啲皮疹，佢唔痛唔痕又唔過敏，一沖涼呢，呢種皮疹呢仲會加重呢，就一定要檢查梅毒嘅問題啦。仲有一個重量級嘅啦，呢一個就係艾滋病啦。曾經呢有個患者係早期 HIV 嘅病毒感染，佢原嚟呢就會有啲捱夜啊。但係呢段時間就會感到自己特別嘅疲勞，眼睛呢撐都撐唔開，腳呢懶洋洋嘅喐都喐唔到。咁一嚟檢查咗，真係就係中招啦。所以呢咁嘅長期約炮嘅人，如果出現咗上述我所講嘅，一定要到專業嘅機構嚟好好咁 check 佢有冇性病，有冇艾滋病呢啲問題出現啦。女性呢，因為佢嘅生殖器結構嘅內在性，好多症狀呢就往往出現咗一個容易忽略嘅狀態。我哋亦都要提醒女性嘅朋友，如果你出現咗白帶異常，白帶嘅味道唔好，一定要嚟到我哋呢種專業嘅機構，好好咁 check 一 check。因為呢女性嘅症狀呢，涉夾嘅可能性係比較多。比如呢，宮頸上邊有冇淋病啊、衣原體啊、支原體啊，有冇 HPV 感染啊等等呢個問題呢，都會引起上述嘅症狀啦。